徛台湾看世界，来看美国的黑人弗洛伊德去互警察暴力压制死亡，引发着全美国甲全世界的怒火，因惊就街头来抗争超过2礼拜。弗洛伊德的遗体已经运回伊的家乡，甲伊的妈妈大做伙，伊的告别式嘛来几啊千人做伙悼念，场面真感人。It's so hard to say goodbye to yesterday. 家人、亲戚、朋友几啊千人小招做伙向弗洛伊德讲再见。I just want to say to him, I love you, and I thank God for giving me my own personal Superman. These laws need to be changed. No more hate crimes, please. 有人生气，有人悲伤。弗洛伊德的死撼动美国，撼动全世界。伊离死之前最后几分钟讲一声妈妈，即马已经离妈妈身边安息。Now is the time for racial justice. 代表民主党要选总统的美国前副总统拜登，伊嘛呼吁讲要结束美国长久以来种族无公平的情形。We will now kneel for our moment of silence. 美国众议议长佩洛西嘛率领着民主党国会议员，跪一卡，这一跪就是8分46秒，嘛就是弗洛伊德向制服在地时间，伊要推动警察正义的法案，要求警察未来袂当去做扫后这动作。包括美国、英国、以色列、瑞士这国家，马有人伫街头游行，大部分拢算是和平。但是墨西哥竟然有示威的人用火烧警察，还有伊骑奥多麦。好哩，加在这警察送病院治疗了后，无啥物大问题。